2025新北市眷村文化节在空军三重一村热闹登场。今年眷村变可爱啦，由阿喵菜市场期间限定的人气角色小村喵陪你一起探险眷村，用猫咪的视角带你吃美食。逛市集，玩手作，还能体验眷村生活哦！快来空军三重一村，一起感受属于眷村的温度与故事吧！